不是这个，这儿呢，这冻得刚刚的。今天把这4个牛蹄炖了它，先撩出来给它。这牛蹄还得撩几遍，这玩意儿可难收拾了。行了，撩的差不多了，拿到屋好好洗洗。这个可得好好洗洗。这个太大了，给它锯开。拆牛蹄子，给它冷水下锅，再放点葱姜蒜，放点盐和酱油。行了，炖着吧。蒙古包感觉有点空，扎点毛毡花给它挂上。哎呀，这老是停电的呢。哎呀，没跳闸，又是停电了，这就不行。看着呢，这给我用用啊。拿这个骨头做一个我们小时候用的黄油灯。行了，搁住了。先把黄油画上，用这个羊毛做个灯芯儿。再把黄油灌里头。挺好，这就是没电的时候用的。看看牛蹄儿，哎呀，这蹄子可煮好了，看看朋友们，这蹄子，我先弄一块，朋友们，烫了，味道绝了，蘸点韭菜花。来电了，我这头点水一扭起来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朋友们，回来再吃。